你哋覺得喺珠海買二手樓係咪一定就係好平呢？係咪一定會執到筍嘢呢？我同你講真係未必嘅。特別咧呢兩年咁嘅市場，有啲新樓盤嘅開發商咧話降價，一降咧降成1萬幾千蚊。嗱，我同你講呢啲二手樓嘅業主真係唔使玩嘅。加上咧今年咧珠海又出咗第4代住宅，好多樓盤咧動不動咧就話100%，甚至乎超過100%嘅使用率。嗱，我簡單計一條數嘅，咁如果話你依家呢套二手樓咧賣緊2萬蚊一平方，咁新樓咧比如話賣到25000蚊一平方。但係咧二手樓咧佢個使用率咧100平方，講句唔好聽嘅，佢先得80個平方嘅套內使用嘅啫。但係你依家新樓嘅話咧100個平方咧套內咧佢分分鐘係超過100平方。嗱，最少嘅話第4代住宅新規嘅話100平方點都有100平方使用嘅套內。嗱，咁你計落嗰條數，你如果係按照舊規二手樓嚟講，你用2萬蚊買翻嚟嘅咧，你只係買到80個平方。咁按照翻單價嚟計嘅話咧，你同新樓咧真係差唔到幾多錢嘅啫。另外咧呢2年咧基本上都係剛需客或者係改善嘅朋友買樓嘅，就唔會話有啲咩投資啊之類嘅，應該係比較少啦啊。咁我覺得呢樣嘢咧，從居住嘅成本嚟講咧，你二手樓如果係超過10年嘅樓齡咧，分分鐘你住得1-2年啦，或者幾年咧，你要重新裝修嘅呢樣嘢，一個裝修成本，我覺得你都要計落去。咁依家裝修咧，按照100平方，你搞掂晒住埋入去，可能你講緊都要成10幾20萬，係咪先？你走唔甩噶嘛。咁所以啊，如果話你依家淨喺度觀望緊呢個樓市，又唔知係買一手樓定係二手樓好嘅話咧，我覺得你不妨兩個都去對比下。咁另外啊，如果你係着重呢個書包啊，或者係要市中心啊，或者要喺啲景觀資源好靚嘅地方，周邊咧又冇乜一手樓嘅情況下咧，咁確實係冇乜對比嘅。但係咧，依家大部分珠海啊，或者係一啲新區啊開發嘅樓盤咧，真係十分之靚嘅，包括佢嘅會所啊、園林啊，同埋一啲車位嘅配比啊，因為車位真係好緊要嘅，因為依家好多二手樓嘅車位配比係唔足嘅。嗱，咁所以啊，如果話你真係喺珠海想執樓嘅情況下，我覺得你不妨一手樓、二手樓都要對比下，大家一定要打好呢個算盤。嗱，咁如果話你最近準備喺珠海買樓或者係睇樓嘅情況下，又唔知道邊啲樓盤有咩優點同埋缺點，佢哋嘅使用率、佢哋嘅價錢、佢哋嘅底價係幾多嘅情況下呢，唔使急，我下邊咧係準備咗一份珠海嘅買樓攻略嘅，入邊咧有每個樓盤嘅優點同埋缺點嘅。嗱，需要呢份資料嘅朋友咧，可以後台滴我嘅，我免費發送俾你哋。